年嘅時間好快就過去啦，但係我哋經歷嘅每一分每一秒都仍然歷歷在目。喺呢6年間，我哋嘗遍酸甜苦辣，無論喺學習、成長、抗疫，我哋都一齊跨過無數嘅難關。老師嘅教導同照顧令我哋終身受用，同學嘅鼓勵同默契亦都溫暖住彼此嘅心。當然，我哋最要感謝嘅係父母嘅愛同付出。正所謂父母愛子女之心，無微不至。當我哋快樂嘅時候，父母比我哋更加快樂；當我哋難過嘅時候，父母比我哋更加難過。正正係呢份血濃於水嘅愛，默默陪伴住我哋成長。我哋亦衷心感謝師長嘅諄諄教誨。當我哋偶爾犯錯嘅時候，愛之深，責之切。老師同父母都會嚴詞告誡我哋改過，但係喺每句督責嘅背後，其實都係充滿住愛同期盼。敬愛嘅老師，多謝你哋；敬愛嘅爸爸媽媽，多謝你哋。各位同學，今日離別在即，我哋將要喺生活咗6年嘅小學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。布偶比賽共有106所學校參加，由5名學生組成嘅表演團隊，與英文科老師一齊創作新故事《The Rainbow Bridge》，然後設計布偶道具同埋背景，進行持續嘅培訓同埋排練，最後將布偶劇錄製成視頻參加比賽。土人參賽團隊喺呢個比賽裏邊獲得第1名嘅標人成績。而家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第1名獲獎同學6A 劉海樂、6B 黃朱婷、6D 陳思穎、韓學賢、黃以可。有請姚校長、葉光、Mr. Chan、Miss Kong 到台上拍照，一同分享得獎嘅喜悅。仲有 Miss Lam 大力嘅掌聲，多謝各位。參將李允璇主任及陳家雄老師上台，有請導師班委。佩月，你知唔知我哋學校今日係咩主題啊？梗係知啦，係家庭啊嘛，我好中意首歌《家愛每人》添。咁我哋而家有請導師班長音帶嚟我哋去合唱《家愛每人》。
各位同學，今日離別在即，我哋將要喺生活咗6年嘅小學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。我哋嘅心雖然感到萬般難捨，但係我哋並唔需要難過，因為畢業並唔代表結束，而係一個全新階段嘅開始。當我哋各奔前程之後，大家一定要時刻謹記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將來我哋無論遇到任何嘅挫折同困難，都要潔身自愛，迎難而上。自強不息就係我哋對母校一生嘅承諾。